Just 了，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今天是藏历2144年1月8号，公元2018年2月23号。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尊者与司政致函祝贺南非新总统拉玛福萨。司政罗萨森格表示，西藏是中国实现和平与民主的催化剂。西藏前政治犯参加西藏状况听证会。西藏前政治犯果洛久美在日内瓦第10届人权与民主峰会上发表讲话。在美国国务院举办第4届藏历新年庆祝活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2月15号，现年65岁的拉玛福萨担任南非新总统。2月20号，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向南非新总统拉玛福萨发出贺信，表示祝贺。达赖喇嘛尊者在贺函中表示，南非这个伟大的国家有着很大的发展潜力，我希望在您的领导下，南非将进一步得到繁荣与发展，特别是在改善社会弱势群体的生活上。达赖喇嘛尊者表示，对南非人民带来乐观和希望也至关重要，这也可能成为他人模仿的榜样。尊者指出，这种和平有序的权力转移会成为南非民主制的根基。达赖喇嘛尊者强调，希望总统拉玛福萨在未来迎接新的挑战，并能实现南非人民的愿望，取得更大成功。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萨森格也致函祝贺拉玛福萨成为南非新一届总统。司政在信函中表示，祝贺拉玛福萨成为南非新一届总统。回想起曾得到机会听取新总统的演讲，并谈到南非是一个拥有最健全的宪法，并且确保平等和自由的国家时，深受鼓舞。拉玛福萨与已故前总统曼德拉关系密切，并在反腐败方面表现突出。曼德拉曾形容拉玛福萨是新生代中最杰出的领袖。目前正在对日本展开参访行程的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罗萨森格向该国支持西藏人士和民众发表演讲时强调，西藏是中国实现和平与民主的催化剂。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罗萨森格目前正在对日本展开为期1周的参访行程。2月19号，司政罗萨森格在日本东京的参访中，出席了日本支持西藏组织成员、各非官方组织代表以及当地民众的欢迎招待会，并发表了演讲。司政表示，我们别无选择，只能让西藏的和平与自由成为现实。我们别无选择，因为在19大上，习近平主席讲到，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味着没有自由，没有民主，更没有言论自由，那是一党专制。司政罗萨森格还表示，毛泽东让中国人站起来了，邓小平让中国人富起来了，而习近平让中国人强起来了。所以世界没有选择，要么你必须把中国变成一个自由民主国家，要么你就得跟着中国专制国家走。另外，西藏前政治犯敦珠汪清受美国国务院民主人权与劳工事务的邀请，会晤了国务院政要，并与他们谈及西藏境内现状。2月12号，知名西藏电影制片人、前政治犯敦珠汪清会晤了2位美国国务院民主人权及劳工事务副助理国务卿斯科特·巴斯克和迈克尔·斯克扎先生，以及多位该组织的成员和政要，谈其当前西藏境内状况，并表示境内藏人没有放弃争取西藏自由的抗争。2月14号上午，敦珠汪清参加了美国国会执行委员会在华盛顿特区301号参议院办公楼大楼举办的西藏状况听证会，并会见了国会议员和政府官员。
另外，在第37届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开幕的前一周，西藏人权活动人士、前政治犯果洛久美出席了日内瓦第10届人权与民主峰会。果洛久美在当天的会议上介绍了他因拍摄反映藏区真实情况的纪录片《不再恐惧》而遭到中国政府迫害的真实情况。他谴责到中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愚弄了国际社会，而他的这一说法在人权机构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那里也得到了回应。本届会议的参与者主要来自中国、朝鲜、伊朗等国的民主人士，以及近100位来自民主国家的各界人士。与此同时，2月21号，美国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办公室在国务院组织了第4届藏历新年庆祝活动。该活动由公共外交副部长史蒂夫主持，前驻华大使萨姆·布朗巴克、前蒙古大使詹尼斯·佛克达尔蒙特、藏人行政中央驻华盛顿特区代表欧朱次仁以及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电台藏语部负责人等出席了这一活动。该活动的首席嘉宾史蒂夫格先生在这一活动上谈到了美国政府在西藏问题上的立场，并向400多名西藏学生提供奖学金等。正如2002年西藏政策法案所规定的那样，萨姆·布朗巴克先生也表示将公开支持保护西藏语言文字及宗教文化。随后，代表欧朱次仁发表了讲话。他首先向与会的诸位人士祝贺藏历新年快乐，并感谢美国政府和人民向西藏提供的所有政治、经济和教育等方面的支持和援助。观众朋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